队长，保安车间、油库等正常场所都没有什么异常。队长，专家都一切正常，立刻封锁现场。是。队长，有发现。这，应该是蚁雀引起的爆燃。蚁雀爆燃。经过化验，这是白磷燃烧后留下的痕迹。那现在就可以判定，白磷自燃引起的蚁雀爆燃。对。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咱们都排查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你说这特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梅吗？我没对他们产生什么威胁。钢丝绳，一定就是钢丝绳。就算是为了这个，难道除掉红梅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？我们的敌人雪狼不可能这么简单，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很周密的破坏行动。队长，你是说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？不能排除。目前我们厂内什么最重要？密封舱的制造工作。密封舱的制造，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。如果我们的敌人目标是这个的话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：密封舱的设计总图。这总图一共有2份，一份在韩厂长那儿，一份在楚工那儿。现在已经可以确定，楚工那是没有问题的。其他人跟我救火！别受伤了！韩厂长，丁杰，跟我去韩厂长那看看。是，走。你们看，总图在这儿。哟，专项组的同事在呢。韩厂长，在着火的时候，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？着火的时候，哦对，陆城带牛师傅和赵主任过来对图纸，拿出来看过。是的，派发的图纸对不上，所以我只能过来对总图了。啊，哎，厂长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好，你放那儿吧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嘞。韩厂长，着火以后你去了现场，那这个总图你是怎么处理的？我当时把总图锁在保险柜里以后，我就去着火现场。啊，很明显，敌人通过饼干桶里的水慢慢流失后，这里悬着的蚁雀石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，与桶中的水发生反应，产生缺气体，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，加热了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。铁片上的白磷一旦超过40度，就会引起自燃，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蚁雀气体，引起了燃烧。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复杂，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直接引燃呢？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制造他有不在场的证明。红梅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有没有看清到底是谁？他一直用毛巾蒙着脸，我虽然跟着他，但始终距离不是很近，而且自始至终呢，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季专家，你看这个桶的大小，以及这个硝烟的尺寸，还有这个乙炔泥的重量，能不能精准地计算出迪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？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，我推算出这些蚁雀石1年前的重量约为500克到600克之间。所以，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1公升时，这些蚁雀石便会落入水中，产生化学反应。而这个桶的容积是4公升。根据桶上小眼的直径所能产生的流速，我的结论是，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，最多需要5到5个半小时，便可达到燃烧效果。5个半小时，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，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？这个没什么办法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装了多少水，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。啊，没关系，这样已经非常好了。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：第一，在这个时间段内，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；第二，白磷
什么地方会出现白灵，从场内到场外都必须严密搜查。第三，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。董斌，这件事情交给你了。是。谁呀？谁？是我。还顺利吗？厂里是不是有特务？这我怎么知道？可是为什么木工车间会着那么大的火，还有人差点死了？那着火的时候，你看到图纸了吗？到底是谁在配合我？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，就有人把厂长调走。是你，你就是那个特务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我告诉你，专项组的人已经去找厂长，去说图纸的事。所以呢，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，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。很显然，你成功了。陆成，相机给我。如果真的给了你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那块钛金属样品已经在台湾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的走下去。如果你后悔，也只能后悔一件事，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。我是不应该喜欢你，更不应该给你写那些诗。可是我做不到。就像现在这件事情，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，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。白慧，一旦我们暴露了，全都完了。你还有我，一旦暴露了，我们只有死，所以我们回不了头了。就像你收不回那些事，你收不回对我的感情，我也一样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一起面对，事成之后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。你总说去香港，去香港，那我问你，但一旦去不了呢？那我们就死在一起，做一对苦命鸳鸯。对不起，陆成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是有志青年，你有你想做的事情，是我太自私，我打破了你的一切。如果你爱我，就请你相信我。相信我，
哎，风风扇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先帮我拿着啊。啊。我在这儿呢。红梅姐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出院了。出院？葛主任说了，你最少要住3天，你这不到2天就要出院，我不同意啊！我这不是好好的，没事儿了。你还是谢谢丹阳吧，我看见你们2个在火场里面，我都要吓死了。王梅，你看我。丹阳，你快劝劝他吧，他要出院。你要出院？说到你就来了，我在这待着也待不踏实，组里还那么多事儿呢。带水果了？啊。自己好好补补吧，要不然你给白慧。哎，我不吃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你看你这脸色又没休息好吧？要不要我给你熬点药补补？要补的话，整个专家组都得补补。没办法，接下来的生存实验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。生存实验，危不危险？只要做好保障就不会。哎，对了，白慧，你们医保小组也要参加。好啊，那我第一个报名。实验在哪？在场外，具体地址主公他们还在找。哎，你身体行不行啊？你嘴唇还白着呢，要不再住2天吧？跟你说了，我好着呢，放心吧。哎，那水果自己留着吃吧。那要不自己吃吧。哎，送不出去了这。同志，这是您订的布料，看一下满意不？满意。微谷刚传出来消息，目前仪器厂正在寻找可以组装密闭舱展开实验的地方。这么大的设备，能在哪儿组装？应该是他们厂内满足不了需要。根据国外研制天性的情况，他们应该找一个既安全又符合研究的地方。我们哪个厂子有这个条件？不太可能，卢门并不大。如果他们想把实验的地方设在其他的工厂，到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消息。通知下去，所有人去各方打探，找到实验位置。快点，注意安全啊！那个线接到那儿去。好，拿好。王师傅，哎，过去。王师傅，施工情况怎么样？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，没什么问题。工人的背景呢？都是仔细核查过的，没有问题。目前进入的工作人员不得出差，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。明白。队长，到。山顶高电隐秘处要设立岗哨，安排站岗值班人员。是。抓紧啊！
谁啊？厉先生，要打扫房间吗？不用了，我今天很累，已经休息了。好的。好了。我以前也做过针灸，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。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。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，但你不一样，你这个病嘛，就是要以疼治疼。白大夫，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你借刀，你一直不肯接招，是不是也太罔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？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文正，他都不敢这么对我。哼哼，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，你更不配呢，在我面前提徐文正这个名字。你就不想回台湾？你就甘心带大萝卜一辈子？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？我的家在卢门。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难不成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挖出来，然后向共党告密吗？我要是告密，你们早都死定了。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。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，我不想参与。但是既然嘛，你来质问我，那我也问问你，当年你们是不是逼着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？啊？看来白大夫还是关心女儿的嘛。放心，她太年轻了，雪狼只是想以她逼你出山罢了。我不会是坏人。干嘛非要逼我？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清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做事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，无耻！你急什么？疼死你！好了，鬼骁好手段啊！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。随你的便吧。我再多说一点，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。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送给共党，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。你敢！别逼我，否则的话鱼死网破，咱们谁也别得好。真的打算金盆洗手？出山可以，还是那句话，让雪狼来请我。雪狼要是死了呢？那好啊，那我就金盆洗手，好好行医了。我是雪狼的长官。你，雪狼说的吗？去，让雪狼来替你证明。晚上7点老地方，我让你见雪狼。
白慧，怎么样了？东西给他们了吗？事情解决了没有啊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啊，陆成，镇定一点，你这个状态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反常。可是我害怕呀，我怕那些都是国家机密。你小点声，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知道要判多大的罪吗？白慧，我们走吧，今晚就跑。跑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。就算我们跑了，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。部长，你看着我，我问你，总装图纸现在在哪？在厂长的柜子里。好。有人看见你拍照吗？没有。这不是完了？你什么都没做，你紧张什么？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，我把底片给你了呀。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没有拍照片，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给我这件事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。白慧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？怕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不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。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。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陆成，你再忍耐一下。老师说了，他会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、一个房子，等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我们就离开这儿，好吗？陆成，你要坚强一点。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支柱，如果连你都倒下了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。你答应我，你再忍耐一下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，忍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有人来了。白慧，哎，红梅姐，找你半天。陆秘书也在。啊，是。我找白慧说点事儿，说完了，我现在就走。陆秘书再见。他又来纠缠你啊？是啊，红梅姐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真怕又有流言蜚语，说不定哪天不是他调走，就是我调走。哎，不说他了。红梅姐，你找我有事？啊，我是来问问你，我听珊珊说你昨天去黔工车间送过药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肯定也经过木工车间，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儿？我从小路过去的，没有经过木工车间。你想想看，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，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？碰到了保卫科的房干事，其他人就没看见了。好，那你忙吧。那个，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，但陆秘书的事儿，你当断则断吧。我知道了，红梅姐。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就好了。什么性格？干不离芦翠。忙吧。桂夏，
我是雪狼，来了。怎么的？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？这是老规矩，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。随你怎么想吧。既然这样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从此互不打扰。站住！哎，师兄，哎，什么事儿？找你有点事儿。洗漱去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来坐。你干嘛啊？我这累一天了。什么事儿？还是拜师的事儿。我跟师傅说了，师傅没吐口，再等我吧。哎，师兄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？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也没有用，师傅他轻易不收徒弟。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我能等。哎，不过得先过了师兄你这一关，不是？哎，赶紧吃啊！啊，大便我什么我都会做这些事情。师兄，当年师傅收你的时候，你的焊接技术比我现在还好？跟技术没关系，这事我琢磨了。你看看啊，你有没有认识厂里的领导？我说，他说，众口铄金才行。谁帮你说的呀？我那会儿工会的黄主任。黄主任？对，这师傅才收我为徒的。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亲戚啊？你问题太多了。师兄，我是不相信你认识工会这么大领导，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？我刚入厂那会儿，厂里办了个识字班，他就是我的老师。看我表现好，好学，这才帮我说的话。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帮我说话呀？自己想办法去。哎，师兄，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？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？你认识大领导？白大夫，苗慧兰，不，是雪狼。一个传话跑腿的裁缝，转眼变成雪狼。这个不重要。徐文正、赖广润、张阿水，我们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桂霄，如果我们不完成磐石行动的话，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。我命令你归队。答应我一个要求。说。让你的手下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点儿，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。一言为定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让我做什么？我们需要你的医术。医术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想你啊！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，我心里就不踏实，我心里有多煎熬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不想见你，是红梅姐给我敲警钟了，怕眼毒，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。这事儿他也管，这事儿他也管。既然他们都在查案，我们最好少在场面接触。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被公安看出什么破绽来。事已至此，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。我既然选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你信我吗？啊，对了，你有没有饼干桶啊？什么饼干桶？我听说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，好像和什么木工车间的纵火案有关。这事儿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，别担心。我就是害怕呀！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，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我就想天天守着你。老师说就快办好了，
到了香港，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。怎么会？你快走吧，一会儿红梅姐又要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先忙啊。哎，白护士长，又得麻烦您，又流鼻血了。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？一着急就流鼻血。跟我来吧，我来处理。好好，你先去。麻烦你。好。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。你最近注意点，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呢。这么快？这是上峰给你的费用，以防万一。情况不对，赶紧走。还是师姐最关心我。可是现在，南山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。这么多年，在你身边工作，我最踏实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护士长，5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。知道了。您怎么又流鼻血了？老毛病了，估计是治不好了。别说话。走吧，这段时间没事尽量别来找我。你看看，是这个吗？这不是我百宝箱吗？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，怎么给烧成这样了？谁干的？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？那多了，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。具体说说，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？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前2天休息，我、武瑞还有小嘎子晚上我们去捞虾，回来呢，武瑞教我们做虾酱，当时啊就从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虾酱还在那儿沤着呢，来看一下。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，武瑞在场是吧？当然，他们都在。好，我们了解了。今天的问询别往外说。明白，公安同志，我会的。那个是不是武瑞投的呀？这位同志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哎，我明白，咱们厂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制度。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，所有的疑点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4个人。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武瑞。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钢丝绳插扣的案件，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他这儿，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。王峰山，接着说。我通过王峰山了解到，我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武瑞最近没什么动静，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密封仓的活儿，武瑞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。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，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。另外，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叫黄吉庆的人，马上告诉我。啊，黄吉庆，我记住了。去吧。好。据王峰山说，武瑞当年是由黄主任介绍给卯汉车间给牛师傅当徒弟的，而这个黄主任叫黄吉庆，是潜伏的特务，当年被公安发现后拒捕，已经被击毙了。他之前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？木工组的火是不是他放的？着火之后，有4个人离开过车间，分别是去找厂长的牛师傅和赵主任，还有就是武瑞和钱安康。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，武瑞说他是去车床车间给牛师傅取件了。牛师傅，哎呀，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好好谈一谈。
武瑞，哎，东西给你放这儿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武瑞，洪山，把焊接好的件儿往车上搬，快点啊！哎，好的，主任。牛师傅，牛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专项组的公安让你去一趟。他们找我啊？对，快去吧。肖队长，黄公安，有事儿。啊，是这样的，牛师傅，我们呢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武瑞。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，成为你的徒弟，是谁介绍的？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，叫黄吉庆儿。怎么了？到现在，我们也不瞒您了，黄吉庆是特务。特务？是。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，前些天木工组着火之前，武瑞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。那么，您想想，他去了多久？那天呀，去了个把小时，我还骂了他一顿，去取个件慢慢吞吞的。公安同志，武瑞这小子……牛师傅，武瑞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异常？这小子吧，平常油嘴滑舌的，人聪明，学东西也快，干活也不错，最主要，他对我好。要说异常嘛，喂，哎，师傅，你吓我一跳！你小子干什么呢？昨天晚上抓2条鱼给您烤鱼吃，解解馋。我是说，你为什么把手套扔火里？哦，这手套破洞了，当火引子。你怎么就没有勤俭节约这根弦呢？这手套再破，它也是手套啊！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，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，怎么换新的？那师傅，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，你不必上纲上线，是不必上纲上线啊！这个，你小子就是他说他是用手套去引火。是啊。可据您刚刚的描述，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，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？对呀，火都着了，他还引什么火呀？这小子在跟我撒谎。队长，很显然，武瑞烧掉的那只手套就是杨德善丢失的那只，他这是在销毁证据。这小子跟了我6年了啊，我真是瞎了眼。我就找他算账。牛师傅，牛师傅，我们呢，倒有个办法。哎，武瑞，你干嘛去啊？上厕所去。哎，正好，走，一起去。干嘛要一起？你是狗皮膏药吗？谁狗皮膏药？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？好，那你去，我不去。别呀，一块儿去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们正要去厕所呢。哎，走，回来。给我憋着。干活去吧。哎，我干活了，牛师傅。师傅，憋着。憋着。跟我过来。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我这憋，我叫你闭嘴。站好了。我问你啊，上次那个烤鱼，你是怎么烤的？用火烤的呀。师傅，您看起来啊。那我就直说了，上次你弄的那2条烤鱼味儿还不错，这2天再弄2条给我烤烤。哎，这不是小事吗？今天晚上我就给您抓2条，给您烤上。但是别耽误工作。好的，我去厕所了，师傅。哎，上次你烤鱼的时候把人杨师傅的手套烧了。武瑞，你跟我回来！
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像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，表达。